主后2025年10月初10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求表现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，加拉太书第6章19、18节。恁看，我亲笔用遮尔大个字写互恁，遐个注重外表体面个人，想要强迫恁接受割礼，因安尼做，干焦是无爱为着基督个十字架受迫害。其实，连遐个受割礼个人本身嘛无遵守律法，因逼恁受割礼，才当夸口讲恁有遵守外表个礼仪。我咧，我只有要夸口咱个主耶稣基督个十字架。通过即个十字架，对我来讲，世界已经钉死伫十字架；对世界来讲，我嘛已经钉死。有受割礼，无受割礼，拢无重要。重要是，咱着诚做新创造个人。照即个准则生活个人，就是上帝个以色列子民。愿平安甲怜悯甲因同在。对呾以后，无论什么人，都拢毋通甲我搅扰，因为耶稣有伫我的身躯嵌印做记号，证明我属伊。兄弟姊妹，愿咱的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甲恁同在。阿们。求表现，信徒求表现，为主大发热心，敢毋对？保罗为什么严厉指责遐要求人接受割礼的人会毋对？伫加拉太书内面，重大争议在伫犹太基督徒甲外邦基督徒的官兵之争，到底谁通带领教会？教会的礼仪制度应该由谁做决定？是由熟悉犹太宗教的犹太基督徒来决定，还是听信福音受洗归入基督的外邦基督徒决定呢？看来，哪像谁影响力较大，就由谁决定教会的走向。保罗要指责的，拄好是遐个伫教会内面自认有权柄的人，用律法勉强别人的人，因拢无视耶稣基督，佮伊钉十字架的救赎功劳。伫信仰团体内，过度强调礼仪的重要性，往往会忽略人伫仪式中的角色。但是耶稣救赎的对象是人，并毋是礼仪。信徒力求表现，常常表现伫遵行宗教礼仪顶面。用安尼作为是毋是好信徒的判断？有安尼想法的人认为，安尼就通达到宗教的要求，殊不知已经偏离基督信仰的真谛。基督信仰的终极关怀，是一个人是毋是通诚做新创造的人。若要将眼光放点悔改甲生命转变，企图得到耶稣基督十字架救赎的任何手段，拢会偏离正道。人若无照基督的吩咐生活，要用基督的性命面对即世界的挑战，却想用其他方式包装信仰，伊的性命表现就会甲基督的样式大大无共。保罗直指安尼的人背后的动机，就是惊为基督的十字架受迫害。无包装信仰，就是上真诚的信仰表现。伫现代教会内面，同工之间的摩擦，也常常甲加拉太书中间的提醒类似。同工看待服侍的时，有强调礼拜的庄严，有看重群体的关系，有认为重点是人甲人之间的沟通敢有顺畅，
事工敢会当顺利合作搭配等等。伫每一个原则顶面，众人拢力求表现，认为甲家己看重的代志做到上好，就是献互上帝。做人若忽略眼光无共会带来做法的差异，就会伫教会引发冲突，造成谁的标准才是标准的问题。凡是咱伫教会甲神学的学习，是由咱家己的心人拍开，还是用这个学习做标准来形容其他的人呢？教会应该学习基督的样式，用耶稣受苦、搁我的性命做目标，并用真做新创造的人做终极关怀来努力。用安尼的眼光看待自身行动，时时反省家己生命的转变，来回应上帝恩典，这是教会应该有的眼光。基督徒爱小心的是，毋通将家己的信仰感动诚侪，压迫别人性命的来源。默想，我安怎做才会当聚焦伫基督的救赎顶面？真理安怎帮助我的信仰搁较开阔，互我的生活实践搁较符合上帝的心意？当我甲人分享福音的时，是毋是互人因着上帝的恩典，感觉是喜乐，毋是压力？我安怎做才会当聚焦伫基督的救赎顶面？真理安怎帮助我的信仰搁较开阔，互我的生活实践搁较符合上帝的心意？当我甲人分享福音的时，是毋是互人因着上帝恩典，感觉是喜乐，毋是压力？咱来祈祷，主啊，求你帮助我，要用家己的信仰感动做标准，也要有眼光看见每一个人拢是你所救赎的，互我有谦卑的心，甲教会的兄弟姊妹做伙服侍你。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